大家好，我係江龍先生。咁今日嘅視頻咧就主要講解七仙魚嘅八字嘅。咁最近咧七仙魚咧係同五仔咧喺網上咧就互罵對方。咁五仔咧就話七仙魚咧就係神棍啦。咁咧七仙魚咧就係告五仔咧係誹謗。咁今日咧就我從七仙魚個八字嘅角度嚟分析。咁究竟七仙魚將來會唔會坐監咧？咁官非咧就一定嘅，咁但係咧會唔會將來會坐10年8年咧？五仔喺嗰個油管咧就講七仙魚咧講到鬼死咁嚴重，咁我就睇睇七仙魚嘅八字，究竟係唔係五仔講得咁嚴重，會坐10幾年監咧？江先生而家用幾分鐘嘅視頻咧就話俾你聽。咁至於七仙魚，好多朋友都問過我嘅七仙魚究竟有冇料到啊？咁七仙魚咧，2015年咧，我見過一次面嘅。咁當時喺怪談嗰個座談會食飯，咁我係見到七仙魚嘅。咁睇咁多視頻嚟講咧，咁以我中立嘅角度嚟分析咧，咁七仙魚嘅玄學水平咧，可以講為初級階段嚇。咁首先我哋睇睇七仙魚個八字先啦。咁七仙魚個八字戊申、庚申、庚辰、壬午，呢個係七仙魚個八字屬馬騮嘅嚇。庚金日元出生於新嘅月份。咁呢種格局嚟講咧，有兩個格局，一個係健祿格，一個係偏印格。咁所以呢種格局嚟講係非常之唔錯嘅噃。有偏印，有健祿。並且呢種八字做邊個行業最好咧？已經話晒俾你聽嘅，就係偏印行業。偏印代表術數玄學宗教比較偏門嘅行業比如魔術師或者好少人做嘅行業咧，係屬於偏印格嘅特性。我哋睇睇佢嘅事業宮非常之緊要。我哋通常以第三柱為一個事業宮嘅嚇。特別佢嘅事業宮坐住自己嘅八字嘅用神，或者係坐住你所做嘅嗰個行業咧，係特別旺自己嘅。咁所以我哋睇睇七仙魚，七仙魚係做咩行業啊？做玄學、做風水、做命理、做宗教之類嘅。咁所以佢坐住嘅偏印，咁對呢方面的確係有興趣嘅。咁但係七仙魚嗰個八字嚟講咧，個財咧係唔見嘅，但係佢行緊個叫財運，財破印咧，人會特點會咩即係我哋所講嘅貪財為印，即係為咗利益，好容易做出一啲唔好嘅事情嘅嚇。因為七仙魚而家行緊叫做偏財運嘅，咁佢係喺60歲咧，係即係2028年咧轉大運嘅嚇。咁呢種八字嘅特性係點啊？首先佢健祿嘛。健祿格係比劫，比劫代表朋友嘛，咁所以七仙魚咧係首先咧對傳媒或者同行都比較尊重佢嘅，因為佢識交際應酬，因為佢個八字健祿嘛，咁再加上佢個八字係偏印嘅，咁我哋你哋都知七仙魚打扮出嚟咧，通常都係比較俾人哋感覺好神秘嗰種感覺噶嘛咁其實係好符合佢嘅偏印嘅特性，再加上有交遊廣闊，好符合佢個八字。咁佢個八字嚟講咧，佢個用神咧係咩咧？係木火呢個一定要記住木火，因為七仙魚去到咁高嘅位置即係喺香港玄學家嚟講已經係算10大噶嘛。咁佢個八字一定係有官殺，你先可以食得住整個八字。咁所以佢嘅時辰，我推測嚟講咧係午時嘅。再加上午戌合火，佢本身係身強嘛，身強我需要木火嘛，將火入嚟嘅時候，我食得住個火，我咪可以得到名譽嘅地位啦。再加上佢行緊財運嘛，財生旺個官煞咪更加強啦，我咪可以喺呢個行業裏邊站穩腳。站穩嘛，可以得到好多財運、好多粉絲嘅支持嘛都係咁嘅。所以八字，佢七仙魚嘅八字係要木火嘅。
咁七仙魚係幾時開始行運嘅？喺2008年就開始行運，即係2008年啱啱出道嘅時候啊，我記得係上怪談節目嘅。咁怪談節目有請七仙魚上嚟講解玄學嘅嚇，佢講嗰啲西洋魔法。佢喺2018年之後咧，係到達人生嘅最巔峰嚇，行呢個運啊！點解咁講咧？首先佢偏財透出個甲木出嚟啊嘛，財破印，將個印搞掂咗，即係得到意外嘅收穫。即係財破印啊嘛，我唔需要個印星嘛，一財一破咗之後咧，佢會一大筆錢入嚟嘅。突然間嚟一筆好大嘅錢，有咁嘅情況嘅，叫財破印，將佢用嗰個忌神咧克咗佢之後咧，佢會有意外嘅收穫，仲有一筆大嘅錢呢其一。咁其二咧，七仙魚行呢個運嘅時候叫寅午戌三合火局嘛，佢係要火，突然間個火係三合局嘛，個火咪強到極點嘅時候，佢制住咗金嘅時候。佢咪更加出名咯，咁所以你發現2018年七仙魚嘅名譽啊地位咧就更上一層樓啊，到達人生嘅巔峰。咁譬如講七仙魚嘅八字嚟講，總體嚟講咧係仲係行緊運嘅，佢而家行緊呢個大運甲寅運，佢呢個流年叫乙巳年，咁叫寅巳申三刑啊。點解七仙魚今年有是非咧？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佢行緊嗰個寅動申巳三刑逢衝，必然多是非嘅咁所以點解會同五仔炒大鑊啦、對馬啊？咁其實就係流年嘅影響，即係一年嘅啫寅申巳三刑。咁所以七仙魚，你話佢會唔會坐監？我認為七仙魚係唔會坐監嘅，因為佢始終而家呢個係行緊運，雖然係有是非官非，總體嚟講行運嚟講，寅午戌合火制住咗金嘅時候，你係最多係我認為係即係我所講嘅執行嗰啲服務令啦，即係受打壓啊，或者係個名氣受損啊咁嘅情況出現。就唔至於係會坐監嘅因為始終係寅午戌合火局。咁其二，佢60歲轉大運，轉到個大運叫做2028年咧，轉到一個叫癸丑運。咁佢係食傷官代表名譽和地位名氣嘛，個食傷受合住咗，咁佢咪受住打壓啦？即係如果七仙魚想再出嚟揾錢啊，再提升自己名氣啊，七仙魚可以講。仲有2年運之後咧，佢個運咧已經氣數已盡嘅，即係好難再出名嘅。因為如果佢再出嚟咧，一係咧個名臭晒，二咧係受到打壓嘅咁再加上行呢個運嘅時候咧，食傷受合，即係自己嘅行為舉止受到約束嘅。咁有可能係食傷官受合咧，有可能嗰種情況就係執行咩服務令啦，還係香港裏邊執行啲咩嗰啲限制住你嗰啲即係自由啊，或者嗰啲言論啊咁嘅情況出現嘅。你睇下七仙魚整個癸丑運嘅時候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七仙魚整個大運嚟講咧係20年好運行到去2027年就冇運行嘅七仙魚，基本上已經可以退休嘅啦咁今日嘅視頻咧，江龍先生咧就講到呢個 moment。如果大家有咩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問我江龍先生。